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我们会众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会众一同齐聚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一同领受你的话语。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可使用的器皿，在各样的服事上，求主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愿你崇高》，在心灵粮食选的20首。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高及诸天，你的心是长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以后也
起因文在诗篇86篇1到10节、16、17节，在旧约的614页。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16到17节，由我来起，会众来应。第1节，耶和华啊，求你侧应允我，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们一起来，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我们一同公祷。我们翻开周报，为亚洲地区香港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三教区祷告，新竹春湖卫理堂张惠美传道，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秀薇姐妹。今天的经课在创世纪21章8至21节。创世纪21章8至21节，大家翻到之后，由我来攻读。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撒拉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上帝听见童子的声音，上帝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上帝已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的水给童子喝。上帝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第2处的经课在罗马书第6章1b至11节。罗马书第6章1b至11节。我们可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以上是上帝的圣训。谢谢修为姐妹。读经在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在新约的42页。第1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献诗，请诗班，曲目是同声献感谢。
谢谢诗班。正道讲员是诗传道，题目是社会边缘人，我们掌声欢迎。好，牧师各位长执，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已经18年没有来到荣光堂了，也就是说，18年前我曾经来过荣光堂，但是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是旧的地方。我是以随缘弟兄的身份在那边讲台语见证，再来讲国语见证。但是18年后，可以荣幸来到荣光堂传讲上帝的话语。18年后来荣光堂分享，也感谢荣光堂教会弟兄姐妹们、长子们长期对牧恩之家的支持、带导及鼓励，让我们牧恩之家像牧师今天所说的，荣光堂今年58岁生日，那我们牧恩之家也走过30年的岁月，也就是30年。我们上个月也举办了30周年的感恩，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让我们牧恩之家可以走过30年的岁月。好，毒品，各位大家都知道，毒品是另一种死刑，只要是染毒，就不可能有戒毒的，除非怎样死掉，不然就是在监狱里面关，因为吸毒是一种死刑。我被吸毒18年的过程当中，也是戒了18年了，也是吸了18年了，所以相对之下就36年了。那我18年前在干嘛？刚刚出监狱，进入牧恩之家，所以我已经18年没有染毒了。毒品是很难戒的，毒品如果上瘾以后，那一个阶段症状就像怎样？比现在的 COVID-19 重了还难过好几10倍啊！不是发烧而已，是全身好像蚂蚁1万只在咬我一样，真的能让你坐立难安，比感冒还感冒，所以是非常痛苦的。难怪毒品戒不掉，一定要抓去关。那关完了出来就能戒吗？还是照样继续吸？所以毒品是一条不归路。毒品只要染上，酒瘾只要染上，赌博只要染上，色情只要染上，这个都是瘾，很难戒的。赌博也是一样，你的手砍断，它也是还要赌。赌性跟我们吸毒一样，非常的坚强。除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真的大能的手救理你，才能平静安稳走这18年。没有继续戒毒，没有继续吸毒，没有继续抽烟，而且每天跑5000呢，看不出来嘛但是跑5000吃得很好，还没办法瘦，越跑越胖就是这样。好，毒品的演进，光复之前我们都知道鸦片，60年代我就是国小、国中的时候，我也曾经接触到红中白板，但是我没有吸食，有这一种强力胶。70年代我也接触过速适康，也就是俗称的孙悟空，现在已经绝迹了。而且孙悟空这一种东西，速适康这一种东西哪里最多？也就是我们苓雅区。我小时候都开车来到苓雅，苓雅庙，骑下档拿那个速适康拿很多，回去访疗发屏东访疗发，1支90块，他们都打针头，打静脉注射，我也是打毒品静脉注射，我是打海洛因静脉注射不一样，所以我也有接触到这一种东西。80年代我接触到安维他命，我差点精神分裂，我被安维他命控制，差一点就怎样爆掉。90年代我也吸食海洛因，但是20世纪、21世纪 K 他命我没有碰到。我们在场的弟兄是有碰到
K 他命，但是我没有碰到 K 他命。毒品就是这样演进，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所以毒品的演进过程当中，哪一种毒品绝迹，就有新兴毒品会怎样出现。所以毒品很难戒掉，毒品很难戒掉。毒品的尝试都是感觉，尝试感觉学习。赌博也是一样，不会上瘾呐。博一个我要紧，赌一下没有关系，签一下没有关系，签到最后就倾家荡产，感觉不错，到最后上瘾，到最后产生依赖。没有药物没有药物的话，我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一定要有它。所以我说过，海洛因阶段症状是所有病情里面最痛苦的。癌症我是没有得到啦，我不知道癌症的痛苦，但是海洛因真的很痛苦啊，真的流眼泪，真的很难过，真的糖也不行，那个不行。有时候海洛因上瘾来会杀人的，会抢啊。所以海洛因在外面的人来说，这一种以前减刑海洛因、减刑毒品都被人家骂、被人家攻击，因为那个海洛因上瘾以后，在公园怎样杀死教授啊？查原因又是吸毒的，作奸犯科查他的背后原因又是吸毒的，所以吸毒的人被贴一个标签，怎样？没办法撕掉。所以毒品，吸一口终身要戒毒，吸一口戒毒，终身要跟耶稣基督同行，没有，不然有可能随时怎样又走回头路。那毒品的现况多元化、年轻化、女性倍增。我说怎样说女性倍增呢？高雄毒王中心我会去上课，坐在前一排都是女孩子。我在这边讲课，没有人要给我听啊，没有人要听，都在那边玩手机，叮叮叮叮叮叮。尤其是17、8岁、19岁、20岁女孩子特别多，她们都有膀胱伤害的一些原因。所以 K 他命很伤害膀胱。你坐在这边的话，我在这边讲课，他们坐在底下，通常会怎样？15分钟、10分钟就上厕所，来走来走去，都会影响我上课。我们以前有戒毒村，女孩子如果带来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奇怪，为什么在那边走来走去？是坐不住吗？不是，是膀胱已经萎缩，受到伤害了，所以他10分钟就要去上厕所一次。我们的弟兄戒 K 他命戒完以后，现在的容量已经350、40了，以前50而已，所以50滴答答又尿急了。但是他现在350，可以做1个钟头，做2个钟头上厕所啊！这是上帝在我们牧恩之家修复的过程当中，毒贩、毒品、毒瘾再犯率70%、75%，也就是说很难戒。25% 里面就是毒品打死掉了，剩下的就是在监狱里面。所以我遇不到的朋友都在监狱里面遇到。我不是再次去监狱关，我是进去监狱传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反毒宣导。所以我进去常常遇见我那一些老战友、吸毒的朋友。在家乡里面就看不到了，全军覆没了，都死掉了，不然就是染上艾滋病了。所以很可怕，毒品很可怕。感谢有牧恩之家上帝设立的陶城啊，让我们这一群人在外面被人家拒绝，被警察逮捕，躲藏的人可以到牧恩之家接受到福音，生命改变，回头以后出来兼顾弟兄，回头以后出来传扬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展梦家园。我们展梦家园在高雄燕巢明阳中学高雄第2监狱，也就是过去的高雄看守所对面，所以我们跟监狱连在一起。我的工作不只陪伴我的弟兄酒瘾、毒瘾的弟兄，那我的工作就是上课，不然就是到监狱里面反毒宣导啊。监狱充斥着很多没有盼望的人，很多社会边缘人，很多戒治的，很多乐戒的，
所以我会不定期进去告诉好消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生命完全脱离毒品、酒瘾的改变的，酒驾也很多。所以我常常进去，我们里面的弟兄也很多从监狱过来，无缝接轨，直接走进来就戒毒了，就在我那边了。都没有准备就进来了，就从监狱进来的。那监狱很多情况，像大寮监狱刑期就很长，无期徒刑的10年的、18年的、15年的，有的真的刑期很长，来的都跟社会脱节啊。监狱文化非常的根深蒂固，所以来很难处理。所以我们第一线毒品的同工、主任、组长、同工都是过来人。那我18年，还有比我更久的25年的都有。另外有主任在屏东，那个都是25年的毒品经验，被上帝改变，现在都成为上帝的传道人。这是我们牧恩之家展梦家园跟更生保护会、高雄更生保护会合作的地方。这是我常常去监狱反毒宣导的地方。这是我在监狱里面常常反毒宣导，所以我在高二监也领受到一张志工证了。我这个志工证坐捷运、坐高铁没有用，到澄清湖也没有用。我这一张志工证在各监狱很管用，不管是屏东监狱，不管是台南监狱，不管是高二监，不管是高雄戒治所，不管是法务部啦，都有证明的。所以我这个只能在政府机关的矫正司可以使用，那做捷运就没有办法使用了，一样全票了，一样全票。好。如果不是疫情，我也会常常去到昆明、宝山、云南、香港、芬兰的缘故去参观，或是去怎样交流。信仰无国界，确实云南那边也有很多吸毒的。我们在这边吸毒，如同黄金一样，一支毒品香烟卷一卷1500、2000。在那边20块、30块台币，所以那边很多戒毒的，很多吸毒的，所以我们常常过去那边上课跑一跑。我吸毒没有地方跑了，顶多跑哪里？跑我家房间，跑出去拿毒品又回来了。但是我戒毒以后，在牧恩之家戒毒以后，我跑很远呐，我从未跑那么远，跑到云南呐，跑到瑞丽呀。我也没有出国过，出国最远就是高雄监狱、高雄高二监、屏东监狱、屏东看守所，我都在那边深造啊。但是我现在跑得很远，改天又要约我去新加坡突破，上课，在那边戒毒村。所以上帝给我改变，主耶稣给我改变，我跑得很远那这是我们屏东内埔的戒毒村，所以去我们屏东那边戒毒村，这是屏东的戒毒村。我们是有尊严进来，有尊严出去。我们那边不是监狱啦，但是有一些管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整天看电视，只能看新闻。但是新闻也要看那个什么有营养的。现在都是总统选举啊，看起来也没有营养啊。这是几趴，整天在被那个同化了。但是我们弟兄在那边就是每天要灵修，每天有圣经课程，每天有晚上圣经课程，每天有真情部落格。电视只能看什么？看最多就是看真情部落格，看老三公告，看这一些福音影带。这是我们屏东戒毒村，这是我们青少年中辍生村。法院会给这一些孩子一次机会进到里面接受福音，读国中没有毕业就读国中，高中没有毕业就读高中。很多的青少年孩子爸爸妈妈都在监狱里面服刑，所以我们那一些社工都会带小孩子去怎样去监狱看他爸爸妈妈当然，那我们也有30周年回来的小弟兄。我以前刚进去的那些小弟兄，现在
抱着孩子回来参加30周年，也在教会生活，感谢主啊，很温馨。这是我们目前的戒毒村，也是东南亚里面戒毒村最舒适、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弟兄要感恩戒毒村就是我们这边最好啊！我去香港都坐那个圆板凳椅子，我去怎样？我去宝山昆明那个戒毒村都2餐了，都2餐而已，早晚，而且都是米汤米浆那个不是清汤，不是蛋花汤，不是鸡肉汤，都是那个米浆煮好的汤，而且都是配菜包，饭给你吃到饱。我在那边很难一个礼拜很难生活所以我们戒毒村是怎样？现在教会弟兄姐妹奉献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很好感谢主耶稣那我们那边有养鸡，我们养好几次鸡都成功了，从来上帝的保守从来没有禽流感，所以我们的鸡特别好吃，都被订完了。我们那边也有吉他学习，我们那边也有芒果。我什么都不会了，进到牧恩之家什么都会。我也会煮菜，我也会陪伴，我也会做芒果，我也会养鸡我也会看鸡，每天蹲在那边不是跟鸡讲话，是在看鸡的性能、机能到底这个有没有生病？到底这个没有在吃抗生素，都这样养到底这个是热死的，还是被老鼠咬死的？整天在那边，从鸡在照顾当中的方式，照顾它鸡可以卖的方式，透过主耶稣在照顾陪伴我的弟兄，就是这样照顾他们成长透过上帝的话来喂养他们，让他们灵性可以成长。那我们也有培训中心我没有放出来，就是门训中心。1年半以后，他如果没有回去，我都鼓励他们继续深造，去到我们的培训中心读门训2年，而且又可以到教会接触教会实习以后才有教会的那一种生活。我们那边也有恩典厨房在做哀宴老人送餐这是他们毕业以后在那边可能遇到经过的。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进到牧恩之家没有什么，进来在圣经的课程，你绝对不能排斥信仰，因为这是必修课程。神学院里面必修课程就是离不开圣经，所以你再怎样不甘愿，弟兄新人来再怎样不甘愿，你还是要坐在那边听课，从不懂听到懂，从做不下去做到可以做1个钟头、2个钟头。相信之后，你的生命就会完全改变。相信以后，你才会照着上帝的应许下去做，你才能彻底的将毒品改变，才能跟老师一样，弟兄才能跟老师一样，18年稳稳的18年后18年如果上帝没有接走我，后18年还是在信仰里面跟着主同行，绝对是毒品可以戒掉的，不是戒不掉，酒也可以戒掉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一粒麦子》，我们来献诗《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时的，不论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卖给勇气，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
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好，今天的正道主题“社会边缘人”这一张影片，可能各位很少看到，除非你到万华龙山寺、万华华西街、万华公园，你就会看到这一种景象。因为我在万华实习3年，跟流浪汉打交道3年。我是副帮主，我的牧师是帮主。所以我在那边实习过程当中，充斥着万华，充斥着非常的恶劣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我在那边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用这一本圣经跟乞丐讲论圣经，读圣经给乞丐听，读圣经给流浪汉听。有没有流浪汉受洗？有。流浪汉受洗以后，他的生命怎样？继续流浪。乞丐受洗以后，乞丐的后面生命怎样？继续捷运站前面要钱，但是还是要读圣经给他们看。最看见上帝的荣耀，不是在谁，不是在林书豪身上。不是在谁的身上，而是看到皆有受洗啊！我一生当中都已经流浪了，你跟我讲耶稣干嘛？但是你看到流浪汉受洗，不简单啊！感谢神啊！至少他还有盼望。各位看过流浪汉奉献吗？流浪汉都已经没有钱了，你还要叫他奉献？你会看他奉献，他在路边要的统一发票。他在路边要的1块、2块、10块，真是2个铜钱了，耶稣所喜悦的了。所以在那边3年过程当中，感触很深。没有人实习要在这个地方，要去的地方都是信友堂，要去的地方都是南京东路礼拜堂。要去的地方都是生命堂，要去的地方都是国语礼拜堂。没有人要到流浪汉那边实习，那我就不是自告奋勇，是不甘愿的情形之下，牧师曹跟你去，我就去了，顺服了，也在那边带了很多街友。我们有一位街友现在70岁了，他没有来，他在门训中心读书，70岁了还戒酒，70岁了还要信耶稣，70岁了还要读门训。看不出来啊！他跟我说要读门训呢，他不要回去万华，不简单。下次有次带他来，70岁了哦。好，再来。前言里面我们知道，如果爬山遇山难事件，国家一定会动员起来。怎样动员起来？直升机。怎样动员起来？救灾的人。
媒体报道哪里又出事情了，一定要找到人，哪里淹水灾，在哪里淹死了，一定要找到尸体。但是如果今天是酒瘾、毒瘾、更生人的话，通常会怎样？不值得国家浪费资源。所以格拉森这个地方，城镇的人猪都投海，死了2000多只。这个被鬼附的人被耶稣救醒了，坐在那边听耶稣讲话，不再喊了，不再叫了。既然格拉森的人要耶稣离开，很奇怪，因为这个人不值得国家浪费资源在他的身上。我们吸毒的人就是这样，标签被贴下去，很难拿掉。到现在已经戒毒18年了，你以为我的亲戚朋友相信了吗？还是不相信？啊！我要娶我的老婆，我的老婆的家人，我老婆会相信，我老婆朋友会相信吗？没有人啊！别人不去爱这个吸毒的，你是没人谈好爱啊！哇是啊，惨了，水深火热，挣扎、祷告、挣扎、交往3、4年、交4年，教会师母关心，到最后他愿意把他的终身大事交给我这位吸毒的人。那我现在非常的疼他。我是住屏东枋寮，但是我现在房子买在中和了，所以我每个礼拜要回中和台北，一回去就被他谢谢念，我都是。福音戒毒的过来人非常疼另一半，练一练，又女儿又受你气了，女儿又在那边让你生气的，来，通通花在我的身上，通通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福音戒毒的过来人特别疼另外一半。上帝也就是，但是更生人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就是不值得国家浪费资源。耶稣平静风和海过程当中进入格拉森，不是顺道过去哦，刚好过去哦，是专程哦，不管前面风和海哦，就是专程要到格拉森救这位被鬼附的人。撒玛利亚立正，各位也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互不来往，但是耶稣选在中午日正的时候，大太阳的时间，进到井边，跟那个妇人怎样谈到？那个妇人到最后怎样？东西瓢匙放着，怎样去告诉人家，这个人把我什么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讲出来了。这个人是怎样传扬耶稣的作为，传扬耶稣的大事。格拉森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救他，就是要让他在格拉森传扬耶稣，传扬福音，传扬耶稣的怎样，让他得救的经过。好，格拉森的简介：底加波利是罗马政府统治的10个城市之一。考古学家在1970年到172年附近发掘一间非常大的修道院教会的遗址，整座综合性的建筑物占4地4.5亩，有一副很坚强的外墙围着。这也说明这位被耶稣拯救的人在这里建立教会。这位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被耶稣改变，被耶稣救了。耶稣他要跟耶稣走，耶稣不准让他去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将耶稣所做的大事告诉他的家属。这位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在这边建立教会。遗迹考古学家证明怎样？古时候的大公会议，各位教会历史里面大公会议不是在耶路撒冷召开，各位是在哪里召开？格拉森，外邦人的地方啊，格拉森。教会历史里面加克敦大公会议在哪里召开？格拉森。所以加克敦大公会议在格拉森召开的时候，格拉森的人是以这一次加克敦大公会议在格拉森召开，非常的荣幸，整个城市的人非常的荣幸。由此可见，格拉森是不是后面很多人怎样信耶稣？所以耶稣就是专程进到这边，就是救赎。好，这个边缘人活在没有生命的环境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踏进格拉森，这个在坟墓里被鬼附的人，就直接来迎面来见耶稣，知道吗？中东地区坟墓都是在悬崖峭壁里面，所以那边是可以住人的。这个人是被格拉森的人隔离去到那个地方，
用铁链、用脚镣把他铐住，铐在那边，让他在那边自生自灭。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活在没有人管制的情形环境是怎样，拿石头打自己，而且昼夜于山中喊叫，台语叫做日啊叫，暝啊叫，吵架拉架，吵到拢无法度，规城市拢无法安宁。夜间也叫，白天也叫，整天在那边叫，叫到格拉森的人就受不了。这一种情境，各位吸毒的人就有。我妈妈，我从早吵到晚，半夜还叫她起来，叫她起来怎样？我的毒瘾已经上来了，妈，你钱给我，我受不了了。再没有钱，再回要下起来，再标会用完了，你去邻居那边借钱，借1、2千给我吸毒一下。好几次打毒品，一边打毒品一边掉眼泪。如果不是自己吸毒，妈妈怎么会去隔壁给人家借钱？真卡人不爱讲借钱啦，欠人钱困袂啦。乡下的人不愿意借钱，但是妈妈为了我去借钱，所以我妈妈对我特别好，别人都不要理我了，就只有我妈妈非常疼我。因为铁链、脚镣、监狱的生活，关我5、6次，关3年、关5年，不管我都戒不掉，出来我就吸毒了。所以我妈妈到最后，要离开的前5年，被我怎样影响？被我姐姐影响，带去信耶稣了。教会姐妹的关心，我妈妈也就这样信耶稣了。我的爸爸隔3年，我的爸爸也得癌症，我的爸爸也跟着我的妈妈。最后一句我探访他就是怎样：爸，我错了，我得罪天也得罪你。你原谅我吧，我过去真的伤害你太深了。我的爸爸说，我早就原谅你了。所以我的爸爸也信耶稣。各位，信基督徒教会的生活，基督在教会委身的人，通常追思礼拜都在教会办嘛。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家里旁边，我的左右邻居没有看过基督教的追思礼拜啊。怎么头七还在那边唱诗歌，对不对？所以我家旁边的人都很稀奇，原来这个就是基督教过世的丧礼啊！怎么7月的时候没有人敢来？为什么那么多牧恩之家的办了那么多教会的人来办追思礼拜？而且民间宗教的打开都是冲。又冲到了，今天又冲到牛，冲到虎，冲到羊，冲到狗，又没有人来。所以我爸爸过世，没有他的朋友来。我爸爸是整天以大庙为生，中午联务员回来就去庙，下午回来又去庙。但是我看见上帝的恩典就临到我，临到我的爸爸妈妈。各位弟兄姐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继续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上帝会动工了。好，我铁链脚镣18年，我戒18年，铁链脚镣18年，我戒不掉，所以36年了。36年前、37年前，我很糟糕啊！你看，我也碰触安非他命，也碰触海洛因，所以很痛苦。好，这个被鬼相遇的人，被鬼附身的人，耶稣问他，他说怎样？是被群军团，是被群。你叫什么名字？是群，群代表很多，群代表双数，群代表整个群。所以这个人是被鬼附身，不是单一，是很多。罗马政府的单位，一营一军团里面是4000至6000，所以同时这个被鬼附的人是被4000跟6000。中间的邪灵附身啊，所以鬼不像鬼，人不像人，被搞得非常的痛苦。所以被搞得非常的痛苦情形之下，神耶稣基督才准你怎样？准你不是耶稣跟鬼妥协呢，是耶稣基督不想让这位格拉森的人又被4、5千个怎样邪灵附身在那边摧残他，所以耶稣才准你这个
这一些鬼去投在这个猪的身上。我们看见猪就投海，怎样死了2000。现在一只猪12000只猪多少？各位，数学题呀！我是国小毕业而已了，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硕士了、博士了，2000万了。所以在耶稣的眼光来看，人虽然是比万恶都诡诈，但是人是上帝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因为亚当始祖犯罪，但是耶稣基督要来救赎的时候，耶稣很看重人。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特别爱这一些税吏、这一些妓女、这一些小偷。所以耶稣看重人，不想他被诡计欺负。所以我们可以对比人在耶稣的眼光来看重要。所以牧恩之家的工作。福音戒毒很重要。如果这一些人没有这一些人被耶稣改变，回头兼顾弟兄的话，谁能帮助？谁能陪伴这一些吸毒的？被吸毒的杀，谁敢？那我常常被我的弟兄打呢，要打我呢。那个监狱文化来，稍微练一下，稍微调整一下不行，不高兴就要打我呢。所以我也快要怎样去看精神科医师了，没有办法睡眠呢。3楼如果有人下来，我就感觉到谁又要来找我叫我了，因为我要归纳他们，调整他们，所以他们会痛，调他们会痛，他们会反扑。但是我最后看见他们1年半信耶稣，生命改变，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尤其是他们去门训中心，我更感谢上帝。到最后这个被主改变的人。惊奇，格拉森的人非常的惊奇，但是惊奇这一幕，这位被鬼附的人穿衣服坐在那边，格拉森的人看到这一幕会吓死。猪不是一户养而已哦，是整个格拉森城镇的人都在养猪哦。同时这一只猪冲出来的时候，那格拉森的人会吓死掉，而且这位被鬼附的人穿上衣服改变了，那真的会格拉森的人惊奇。但是惊奇以后的结果是怎样？大家不愿耶稣，叫耶稣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不值得我们去惊奇，去信你这位。因为一个人被鬼附在山中喊叫的人，坐在那边穿衣服听耶稣讲话是不简单的，是极大的改变的。一位吸毒者，一位酒瘾者改变能成为传道人，这是我的工作吗？这是我做神的小后裔吗？不是啊，不是我祖先烧好香，是的确上帝耶稣基督的大能救我啊，我才能怎样18年走得好，而且又怎样陪伴传扬耶稣的福音啊。所以耶稣救这位格拉森，耶稣救我，最重要的意思也是要让我去关心这一些社会边缘人。所以我的工作不止在村家，我的工作最多就是在监狱。监狱没有盼望的人，我会去传福音，不是没有盼望。耶稣基督给自己一个机会，怎样关到自己已经没有尊严了，关到自己已经没家了，关到自己已经没有父母亲了，给自己一次机会。曾经有人在这里分享，叫思潮跟传道有机会进来牧恩之家，让自己生命重新再来，神会塑造我们。所以这位被鬼附的人要跟随耶稣，耶稣不准他跟随，而且是告诉这位被鬼附的人怎样去把主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大事，一一跟你的家属说。所以他就把福音传给他的家族的亲人，所以他也在格拉森活出生命的见证。所以我在访疗，我也有访疗西安维他命的来我们这边戒毒呢。为什么？来访疗的一个条件啊，也在这主任做戒毒的去较拽。所以我那边有一个吸毒的，是我家乡住我旁边的人呢，吸毒就送去草根那边啊。所以我被耶稣改变回去访疗，在那一些吸毒的人身上，是跟格拉森一样很有影响力的呢。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最主要的用意是要我传福音给我访疗乡的家人，那一些社会边缘人有机会碰到耶稣。好，
耶稣的爱专程进到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主耶稣是专程。我这都是不是自己感觉良好，是神特别在很多吸毒的人身上恰当好处的时间，让我监狱出来就直接进到牧恩之家，而且又让我很快三四个月就看两三次圣经，越看越爱看，整本圣经看2、3次。所以我去读书很简单，去神学院读书很简单啊，因为我都看过了。到去神学院读4、5次，我都不会打瞌睡啊，而且越听越有精神，一下子就3、4个钟头过去了。感谢上帝恩赐这个让我喜欢听上帝的道习惯。这位专程被鬼附的人，神的爱人比一切事物更重要，所以期望荣光堂的教会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这一些社会边缘人代祷，代祷。我们都欠福音的债，保罗说的，你也欠福音的债哦。各位，我也欠福音的债哦。不管是希腊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我们都欠他的债。我真正欠这感觉的人会多了。我不是欠去关呢，我不是欠去关哦，我是欠这一些监狱人的债，我必须要还。因为主耶稣为我上十字架的救赎，我还不清，还不完。我只能毕生有机会继续跑这一条，跑这一些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赎一一的传给监狱的那一些人，有机会可以跟我一样信主回头兼顾弟兄。那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命令就是，不止信徒，而且还要成为门徒啦。个个就是门徒啊。你是门徒啊！你今天来教会聚会以后，回去，你是去教会创啊？阿爸阿母啊，你问你，阿妈你问你，你教会创啥？信耶稣啊，耶稣是安怎？你要甲讲啊！我在讲耶稣的故事，就是在传福音啊，很简单啊。传福音不是像传道一样讲道，传福音是真的，自己陪家人，有时候问耶稣，讲耶稣的事迹，读圣经给他们听。你看那一些乞丐。就信耶稣了。我在万华街友那边好几个信耶稣呢，就是我也不用讲什么，我也不得讲得很深，我也不像华神那一些道授讲真理，他们都听不懂，都睡着了。我的教会是容许喝酒在那边呢，我来讲道都穿短裤穿拖鞋，跟他们没有距离。但是他们可以喝酒，教会允许他喝酒，所以我常常讲道不是圣灵充满，讲到他倒下去醉酒了，还是同工旁边扶他起来继续听，但是也有很多人受洗。求神帮助我们，未得之地未得之民，社区很多，学校很多，学生很多，你们的周围的学生就是我们的怎样慕道友，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愿上帝祝福荣光堂18年后，18年再18年、100年、50年、100年以后，更多牧恩之家的过来人当传道来这里分享，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恩典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本来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义者代替不义，使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让天父成为义，继续祝福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或许我们的家人还没信主，我们弟兄姐妹也迫切在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求上帝圣灵大能的工作继续动工，让得救的人不只在荣光堂呈现，得救的人也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亲戚身上。也感谢你设立牧恩之家，如同圣经里面的陶城，让我们这一些社会边缘人、被贴标签的人，因在牧恩之家耶稣基督的地方，生命可以得到福音，生命可以重生改变，为主做见证。荣耀是上帝，归于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我们石传道，谢谢。回应诗歌，我们一同起立。
野地里花，心灵良诗选269首。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请坐。我们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所需，我们将一部分的所得献上，用于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吗？好，那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
众请坐。事工报告。本周主日，感谢牧恩之家至本堂进行分享，请为机构事工关心，并为牧者及学员生命成长祷告。下周主日为7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主日后12点半有7月份执事会，请各部门执事留步参加。请牧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颁几个奖项，因为这个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已经这个学期结束了，那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学员得到很好的这个成绩，还有他们的这个全勤奖。那当然，一定全勤的就是老师要全勤了哈，要不然的话学生没有办法领到全勤奖。好，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教导的这些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那所以我们特别请周雄校长来跟我们就是来报告一下我们有几位我们的老师，然后也跟大家做一些的介绍跟认识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几位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谢谢。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这些老师真的是很努力，对不对？他们呢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预备。我们呢总共有3个班，假设大家记得，第一个就是诗歌欣赏，他们为了要介绍这些诗歌，常常都要预备好几天，不只是把资料找齐了，还要再思考看看怎么样跟大家分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很多的演练跟训练。我们班长呢每次都一定到 ，OK。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庞大的乐团在那边支持着。这个乐团呢，他们平常要练习，礼拜6晚上还要练习，才能够在礼拜天呢展示这20分钟、30分钟在这边的服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所以我们请第1班王如君姐妹还有肖天一执事肖天请你们站出来一下。我们大家认识他们一下，王如君姐妹。天一执事可能在下面忙 ，OK。请站到台前。OK。等一下颁奖。好，排在这边。对。麻烦你上来一下。对。然后我们请我们的班长李恒爱姐妹，耶。OK， 好，来，请上来。这个班长真的是每次都要到 ，OK。还有我们的这个乐团呢，因为有2个在台语那个堂已经搬过了。另外有2个呢出国在外没有回来，但是我们唱歌的部分呢还是有3个人，我们请明成，明成有没有来 ？OK， 明成没有来是吧？好，我们请炳元 ，OK， 炳元他也陪唱我们好久了 ，OK， 我们请曹平，曹平姐妹 ，OK， 曹平刚好今天没有来，很不凑巧。我们还有第2个班级有讲到5小经卷。就是把旧约的5个小先知的经节呢，慢慢的解释。这班人数也是不少哦。OK， 我们谢谢赵少文弟兄。OK， 赵少文老师 ，OK， 他在这边呢对我们的训练，对不对？赵少文老师他也是经过完整的神学的训练，一样是拿到硕士学位。好，然后那么班长呢也是一样，每次都会在但今天好像不在是吧？贺兆鼎弟兄，顶着。贺兆鼎有在。OK， 他也是很忙碌他也是一样，每个礼拜一定都到，而且呢，他也深深觉得自己不足所以他在我们教会的神学院的课程上面，他也是每堂必到，他一样是上课一起来学习。好，我们再请我们一个班长伟翔，我们要谢谢他对伟翔从香港移民到我们台湾之后呢，在我们教会落脚，渐渐的呢，他就参与我们教会很多的服事。包括我们的神学院的课程，他都要在那边忙来忙去，我们真的是谢谢他。还有以弗所书呢，是由我自己来带 ，OK。还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班长，他跟我一样有白头发的 ，OK 。我们请汪怀宇欢迎弟兄 ，OK。不管多忙碌有的时候我会出差在外就是由他来带，他一样很努力的把这些资料预备好。那他没有一堂课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所以呢，我虽然说人不多
我预备的礼物每个人都有啊，都是一个小小的礼物，所以我现在呢下去呢，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也代表我们教会对他们的感谢。OK， 好，谢谢。好，炳元弟兄哈，好，卢军老师，好，彭爱姐哈，我们的邵文兄，顶哥，好，伟翔兄，好，华宇兄，好，校长就牧师来颁啊，好，这个好，牧师来颁校长的啊，好来，谢谢，好，我们就谢谢我们这几位老师跟班长哈，他们的付出跟贡献，谢谢。郭维恩神学生将于6月30日结束实习，感谢他在本堂的服侍，并为他下个实习阶段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维恩神学生今天就实习结束了。那他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机构哈，是对儿童的一个服侍的机构。那我们心里面当然我们也这个不舍了哈，我们这个必须要让学生有去实习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期待让这个维恩他将来能够在神的工厂当中能够服侍完之后，对我们的神的国能够有更多的贡献跟这个服侍啊，所以我们也祝福他，让他在下一个阶段能够更加的蒙恩，然后让他能够在新的地方也能够有美好的学习。所以我们请维恩哈到台前来，好吗？来这里，可以。好，这个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学校里面有2个实习生，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这个维恩。然后我就跟这个学校讲说，我爱用国货，所以我就请这个维恩来我们这边了哈。那感谢主，他也在我们这边有1年的时间啊，将近1年。那感谢主，让他能够在这边他自己说他在这边有美好的学习，但是因为教会比较大，他以前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教会，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有一些需要学习的空间跟需要努力的地方。那我也很感谢他能够在我们的社青还有儿少这边能够做一些的协助。那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我们当中也更多的蒙恩蒙福，将来到新的地方也能够更加的蒙恩。那今天这个机构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机会了哈，可以让你可以有见习的机会。那上帝祝福我们的神学生，让他的学习每个阶段都是有美好的祝福。愿上帝来祝福他。好，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维恩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他，让他的前面的学习能够更加的顺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维恩向你献上祷告，谢谢你爱他，并且让他能够在你的教会来实习，让他能够在下一个阶段也能够蒙恩，让他去的地方都带着你满满的祝福和恩典。你恩待他，让他的家人也蒙恩，因着他出来服侍跟侍奉，他的家人也不缺乏他的家人也都能够一切平安。谢谢主恩待他，让他到下一个阶段的地方都能够有美好的学习跟收获，也让我们常常为他纪念祷告，让他在服侍的工场上不孤单，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常常纪念来为他祷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神学生出入都得平安，他无论去到哪里，祝福也随着他。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这个维恩哈。好，谢谢。不是星巴克，不要误会。里面有我们的满满的祝福，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卡片还有一些的我特别送给他一份这个吃饭要用的家伙所以我们要送给我们的维恩好，谢谢。还有这个维恩常常在平安小组平安小组的小组长跟组员他们也要送这个礼物给这个维恩来维恩跟他们一起照跟他们一起照对。好，来我们维恩跟我们的这些
平安小组的姐妹们非常的疼惜我们的这位小帅哥了哈。OK， 好，谢谢。好，谢谢。教会将于7月份每周三上午10点开设社区台语民谣活动，邀请林花里的李明还有社区朋友一同参加。老师是萧天一执事，请为本堂暑假外展事工祷告。总会于7月18到19培训红本及金本的师资。教会将由萧天一执事受红本师资训练，然后蔡牧师受金本师资训练。请问本堂门徒课程培训师资及开设课程祷告。总会姐妹会于8月18到8月19举办姐妹夏令营，主题内容与认识忧郁症及如何与病患相处，可向办公室报名参加。然后相关的费用及内容可以看公布栏的海报。暑假即将来到，请为本堂儿童及青少年在暑假生活关心祷告，并为暑期出入平安祷告。蔡文牧师将于7月2号开始，主日崇拜后11点半到12点半开设桌边谈查经小组，谈论不设限，然后信仰议题，活动全程免费，请向蔡牧师报名。卫理神学院延伸班下学期将开加拉太书的课程，师资是刘清浅牧师，上课时间是9月22到明年的1月5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可向办公室报名。教会将应征行政干事，请弟兄姐妹代为介绍或推荐，若有合适人选，请将履历交由办公室。为教会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周四的实体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教会聚会已不强迫室内戴口罩，但聚会安全及发挥爱人如己的精神，若身体不适，仍然建议佩戴口罩。教会爱心基金专款为本堂对外社会关怀专款用途，邀请弟兄姐妹为爱心专款奉献。那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多一些补充哈。感谢主，我们的暑假已经要来到。那我们的林华里，我们在的这个社区的里长特别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开一些课程给社区的一些的这个居民，还有我们的一些福音朋友可以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上课。那我们的里长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是长老教会的会友，那他也希望教会能够在社区里面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所以我们会在礼拜3的这个早上的时间，由天一弟兄会来带一些台语的这个民谣赏析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参加，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里面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共同来参与。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楼下，今天这个牧恩之家他们有预备这个摊位他们的自己的手工的这些的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产品，那也弟兄姐妹也可以到我们散会后，也可以在楼下的地方能够来一些的认购或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希望能够来帮助到牧恩之家，让牧恩之家能够有机会能够在福音事工上更大的蒙恩，因为这一块是我们在社会上最边缘最需要，但是也最少人去关心跟为他们来祷告的。那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的牧恩之家他们的需要都能够被满足，并且能够有更多需要的人，他们能够被关注跟照顾到。那也求上帝来带领。那我们的暑假开始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的陆续会有一些的部分的小型的课程也会来上课，因为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会也是有暑假的时间。那我们预计会在9月以后会有新的课程，那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关心跟
能够来预备来领受。那我们在8月的18、19的姐妹会，我们当中姐妹们如果愿意参加的，那我们就请大家能够尽快的来报名，尽快能够在6月底7月初以前能够报名，让总会可以做好的安排跟一些的房间的这个来订房间因为是在苗栗的地方苗栗是比较中北部的地方，所以请大家能够如果我们姐妹们愿意去参与我们也能够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事上以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1颂。普天之下。蔡牧师祝福。弟兄姐妹，今天也是我们荣光堂58岁的生日求上帝祝福，让我们的58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领受新鲜的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像我们的这些来到我们当中的牧恩之家的同工们，他们一样有新生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设立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在高雄设立有58年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荣耀见证主的圣名，让荣光堂真正满有上帝的荣光，让许多人愿意来就近这光，使这光成为人的生命。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也领受美好的祝福跟恩典，看到更深的这些的我们的新同工，我们的这些的同伴，他们能够有新生命，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满有喜乐跟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